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妈，是上卡电话拢无要接。心知啦。以后莫睬伊啦。哎呦，大家要安怎啦？文玲无早钱啊，无早手机啊，嘛无等去后头厝，毋知影会走去倒。嘿，冠豪啊，文玲敢会收袂开啊？袂啦，莫了白讲啦。你看，回来吼，黑白讲安尼，唉。阿妈，紧诶，紧。阿妈，你是创啥你哈？你明明开门都有看到我，为啥佮门关起来啊？无啦，阿妈就。这头门无关好，风头吹者门就关起来啊！干嘛呢？文玲呢？在房间哦，我入来看伊哦。阿妈，等等，安怎是？你袂用入去啦？我为啥袂用入去啊？就文玲去得着流感啦，在房间内底隔离啊，你入去会互传染啦。无啦，唔是安尼啦，美好是甲我讲，文玲是啥物头型啊，是啥物我唔知啦。我就想讲订一下物件来互伊报啊，那会变流感啦。病院的报告讲哦，迄头型哦，是因为流感引起的啦。无要紧啦，我有啦，我身躯搭喙啊，来，我滴喙啊入去就无代志啊啦。无啦，阿妈，免呀，阿妈。亲家妈，你哪来啊？哎呦，冠华，我唔是甲你交代啊，文玲我会照顾啦，唔通吼，搁去传染着别人。无啦，我是想讲文玲啊，人咧艰苦，就做些事情出来食，靠我是无？亲家妈，多谢你哦，你遮尔用心着。文玲吼，即摆才食药啊，在困啦，无咱来客厅遐讲啦，较歹甲伊吵着吼，行。对啦，阿妈，咱客厅讲啦，医生有交代哦，讲文玲袂当出门啦，伊若无传染互别人就唔好啊。亲家妈，你放心啦，文玲就敢若我的查某囝同款啦，我会好好照顾伊啦，哈。好。笑！这流感唔是咧讲真笑的呢，冠华，你紧带亲家妈回去啦，吼。好，阿妈，我送你回去啦。别，我赶紧回去就好啊。文玲若好啊，你就叫伊打电话给我啦。笑！哎呦，你可以去打电话了哈，这事情这么可家回家。笑！阿妈，你顺行哈。好，拜拜。冠华，
你紧甲文玲找回来。哎呦，我这心脏叫要停去啊！你这个状况，我已经熟悉家人嘛拄过，足相像的，嘛是我替伊处理。OK， 既然你有经验，就紧甲文玲讲要安怎做。伊上关心的是囡仔会敢付款。毋管安怎，我绝对袂当甲伊选分开。也毋过你无头路，就等于无经济能力，安尼想要摕到囡仔的监护权，足困难的。除非恁翁无想要爱。伊无可能会甲伊选留互我。安尼就换一记啊。假使是安尼，你就必须爱有恁翁偷食的证据，靠赢面。迄个查某讲伊有心啊，这敢会当当作证据？你爱有明确证据证明伊腹肚内囡仔是恁翁的才用的。安尼，假使我无提出证据，法医是毋是就会甲医生判互叶冠华？几率足悬的。袂用啊！我真是袂当无医生，而且假使迄个查某最后变做医生的妈妈，我会当袂掉，我无法度接受。离婚嘛，毋是干那甲囡仔破相尔啦，阁有财产啊，要安怎分配啊？恁后头厝遮尔有钱，应该有嫁妆即款物件啦吼。阮即马住的厝是阿姐互我的，也毋过冠华爱我甲厝过互伊，因为伊要摕去贷款做投资。文玲，所以你真是甲厝过互伊哦？哇塞！恁翁根本就是提早安排呢，先甲你的财产骗了了，就算你要离婚，囡仔甲厝拢是伊的，伊无任何损失，你啥物拢无啊！这根本不是啥物提早安排，好无？是有够空哦。安尼即马要安怎啊？这小囝受过分啊！甲查甫人的面子写了了，我一定会斗相共。安怎斗相共？你信两个？爸爸，我最想你。嘿，姨孙，我嘛就想你诶。文玲啊，你转来哦！你出去就要敲一通电话转来啊！我安尼是足烦恼的呢。姨孙，你甲爸爸讲，这2天你甲妈妈去倒位耍啊？阮去。医生，去房间写功课。哦。嗨，你看，迄什么态度啊？好啦妈，我去甲伊讲就好啊。文玲，文玲，我甲迄个查某早就断亲去啊！我毋知伊腹肚内囡仔是谁的，伊毋知去倒位甲腹肚补大，赖在我的身上，要对我遮摕一寡好处。这查某真恶毒，你千万莫受到伊影响啊！我承认啊，我承认以前捌做唔对，才会去惹到这种代志。也毋过我改过自新啊，拜托你原谅我啦。你回去恁兜，恁翁一定求你原谅伊。是安怎？因为恁后头厝有钱，伊袂想要离婚，伊一定会哭到目屎流、目屎滴，互你看。无你哭，伊阁会甲你跪。文玲，就看在医生的面子，原谅我好无？你嘛无希望医生要无爸爸，伊若无爸爸会互欺负，会互笑啦。
你嘛无希望医生逐工哪哭哪找爸爸对无？伊一定会利用查某囝，互你同情，互你暖心。你一定要清醒，这些拢是假可怜，拢是骗你的讲法。要毋过，你袂当拆破面，为着查某囝，你一定要冷静，莫意气用事。奇怪，伊哪会甲以前无共款？无哭，嘛无讲话，伊到底在想啥？文玲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安尼我的心足痛呢。我袂当失去你甲医生，拜托诶，拜托你原谅我好无？丽花阿姨应该有来找你吗？有啊。伊甲你的袋仔甲手机啊摕来互我。安尼你安怎讲？我当然唔敢甲伊讲老实话，我就讲你破病啊。文丽，你应该无甲别人讲咱的代志吼。这么见笑的代志，我讲袂出嘴。对，这见笑的代志绝对袂当甲别人讲。假使阿姐知影，我就害啊。我规夜无困，你出去，我想要休困。文丽，出去！好，我出去。叶冠华，你真是甲阿飘讲的同款。你心内上要紧的毋是我，你上要紧的就干那你的利益尔。为着医生，我一定要勇敢。安怎？唔甘哦？想袂到遮尔紧就要甲这间厝卖掉啊！详细想想的，我对大学毕业就伫遮上班，后来林豪破病，我就搬入来甲伊做伙住。林豪走啊！这间厝就敢若剩我甲卡婷，一直到你转来。在遮真正发生足侪代志的，即马厝要卖掉啊！敢若有一寡回忆嘛，伫咧做伙消失。真是有淡薄唔甘。虽然讲我无甲恁同款住遐久，毋过其实我嘛淡薄唔甘。为什么？足久，无迄种倒位是阮兜的感觉，一直到有一摆。我要转来遮，我雄雄讲一句话，我要来转啊！迄时阵，我阁互家己讲的这句话惊着，毋知影当时开始，我就已经甲遮当做阮兜啊。也毋过有一寡回忆，若是无放下。要安怎向前行？即马上重要的是，我甲你，阁有卡婷，咱三个人做伙好好过未来日子。厝卖掉，靠着贷款，阁有千外万，咱先甲1000万摕转去还阮爸。希望咱安尼做，伊就会当接受咱两个。
也毋过，伊敢有遮简单就接受咱？毋接受又该安怎？至少咱会感觉咱敢若欠伊啥物啊？文玲，来，紧来食饭。吼，我今日煮甲吼，遮尔侪好食的料理哈。医酸呢？哦，医酸今日无去上课啦。冠华吼，带去隔壁栋，伊会同我摸摸引导问功课啦。来，咱先食哈。我袂晓，你豆豆食。哎呦，来啦，来，你来遮坐啦吼，来，哎呦，妈吼知影吼，你安尼最近吼，足辛苦的啦吼。我吼做甲遮尔啊澎湃，遮个菜哦，拢是你介意食的啦。嘿，来啦，这吼，这是葱仔炒猪肉啦。你食看卖，有合你口味无？我对拢无介意食猪肉，迄是冠华爱食的。哦，无食这啦，这吼塔马豆炒蛋来，应该你爱食啦吼。这是你爱食的。还阁有迄个桥嘛是，葱仔炒猪肉甲咸豆腐拢是冠华爱食的，因为伊介意重口味。我家己来遮尔侪年，逐工煮饭互恁食，恁爱食啥，无爱食啥，我拢记甲清清楚楚。要毋过我爱食啥，煞从来无人知影。妈，你敢真是有甲我当做一家人？有啊。哎哟，当然嘛是有。咱做伙遮尔侪年啊，毋是一家人，无是啥物啊？你若有甲我当做一家人，就袂安尼伤害我。你是安怎要带迄个查某去做产检？我就巴肚内就有业界囡仔，你嘛爱将心比心啦。我做你是我啦，你敢会甲迄个囡仔放伫外口，无爱插伊？安尼我甲伊算啥？我为着这个家付出遐尼侪年，又搁算啥？说出去我无想要讲，搁讲就歹听。文玲，哎呦喂啊，文玲，无妈甲你跪啦，妈甲你跪啦，你莫安尼啦！文玲，我求你啦，互迄个囡仔留落来，我吼袂互心底入门啦吼，就当作伊是人咧讲的啥物代理孕母，我的心肝内吼，心妇吼，永远就是你一个啦吼。只要你吼原谅冠华，接受这个囡仔。你吼会嫁一个后生甲你友好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开嘴合嘴拢是迄个还袂出世的孙？安尼遗传嘞，遗传都毋是你的孙是无？哎呦，当然嘛是啊！查甫孙甲查某孙，免来有共啦。我之前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叫你较拍拼咧，看有法度拼一个查甫的无？即马天公伯啊，就无简单地可怜我，互我一个查某孙，我当然是爱甲这个金孙补掉咧啊！哎呀，为着这件代志哦，我嘛烦恼几啊年啊，谁叫你的巴肚，到即马也是一点仔消息都无。所以讲到底也是我的毋对。阮翁偷食是我的毋对，无法度生后生是我一个人的毋对，这个家无人甲我当做机会孙，嘛是我的毋对。哎呦，文玲，文玲，唔是安尼啦，你听我讲啦，文玲，哎呦，但即马要安怎才好啦？阿伯，什么代志啊？我甲事说袂掉，这是人家进前欠你的1000万，即马还你。欠钱是伊，谁若是你还钱啊？我甲林家相安某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甲这张支票收落来了后，希望你以后
会当接受人家是咱丢家一份子。你这个江湖骗子，到底凭多一点会当变做阮张家的人啊？那唔讲话啊！我是要听你安怎回答。骗子唔是拢靠一支喙在讨生活？爸，人家以后会对我脚踏实地过日子，所以讲明的，请你莫开嘴合嘴，拢一直叫伊骗子。安尼笑问一下，你敢有头路？当初我甲1000万交予你，是为了买卡廷迄半的产权，通互伊离开有怨。所以算起来，这笔钱应该是卡廷的。我嘛无想要搁啰嗦什么啊，我敢若简单问你一句：有外甲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你按算要哪负责？爸，我要听伊讲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浓烟下。有外甲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你按算要哪负责？爸，我要听伊讲。阿伯，我知影你足气我，也毋过我相信，你会遮尔气我，毋是因为你有偌尔讨厌我，是因为你知影，你有偌尔爱周友啊，这查某囝。也毋过我会当足有自信的甲你讲。我对友爱的爱，绝对袂比你较少。我是真心诚意，希望会当得到你的谅解。阮斗阵的这段日子，虽然拄到足侪唔好的代志，也毋过阮也是行过来啊。所以我足确定，我真正足希望会当甲周友爱变做对方互相珍惜的亲人。希望阿伯会当给我一个机会。爸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从来无拜托你任何一件代志。也毋过这届，敢会拜托你，互我做一个囡仔生的查某囝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互人家一个机会，好无？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下礼拜开始去兴华工厂上班。爸。人家对兴华的代志拢无了解，你叫伊去，根本就是在为难伊啊！伊无上班要创啥？规工放纵互你饲哦，还是继续四界骗人？你放心，我只是会做基层的仓库管理，一点仔都无困难啊！就看伊敢有心想要做。也毋过安尼伊……阿伯，我有心，我一定会当做了足好的。虽然讲我对芳姐这道无了解。也毋过我愿意学，而且我学了足紧的，我一定会当做甲足好的。莫干那出一支喙啦，有材料就摕出来，我等你看。多谢阿伯，我一定袂互你失望。来呀来呀，好吃牛肉面来啊！
哦，就烧诶。毋妈讲哦，烧。毋妈讲哦，伊做诶菜你无爱食，我专工去买这牛肉面来互你食。来，紧诶，面得要烂，紧来食。这啥物啊？离婚协议书？你这啥物意思啊？自从知影你伫外口有别个查某，搁甲伊有囡仔了后，我看到你每一秒都像伫地下共款痛苦。我想清楚，只有离婚这条路对咱双方拢好。厝我嘛无想要爱啊，我只有遗产的监护权。遗产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无可能甲监护权互你。你搁知影你有一个查某囝？你若真是有甲遗产藏伫心内，你就袂去外口找查某。非得恁妈妈讲啊，外口迄个查某巴肚内囡仔，你嘛袂放弃，安尼好啊，咱就去离婚，然后你去甲迄个人做伙，以后你想要安怎就安怎，迄跟我无关系，我嘛袂要紧。我讲过真侪届，伊巴肚内囡仔毋是我的，我袂因为这种代志甲你离婚，绝对袂。叶冠华，咱的婚姻已经行袂落去啊！是安怎你无爱互咱好来好去，就互咱放对方煞，敢袂用啊？我无想要破坏你伫咧遗产心内爸爸的形象。若是互伊知影，爸爸反背妈妈伫咧外口有别个查某，你敢知影这对伊的成长会有偌大的伤害？你知影无？只要你签名离婚，甲遗产交互我会当互你伫咧刑罚的工课袂受到影响。我会甲阿姐讲，一切拢是我的问题，这已经是我上大的让步啊。文妮，是的啦，你甲遗产哦，是我的一切。我无爱甲你离婚，拜托你，搁互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对待恁，好无？叶冠华，你若唔签名离婚，咱就准备发遗记。到时阵干会不甲搁较歹看，而且你失去的一定会比即马搁较济，你家己好好想清楚。我甲伊选困。医生，拖下杯，你要白敷啊？好啊。我签好啊。我昨想几暝，我想通啊，咱的婚姻会行到这地步，拢是我家己造成的。假使你选择要离婚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两人协议，伫咧查某囝叶遗产承认了后离婚。你加这条什么意思？你甲我同款，拢真爱遗产。我无希望因为大人的错误，害囡仔受到伤害。这是我保护伊的方式。假使你还是坚持要离婚，咱就只好行法院。也毋过问你，你敢有100%把握会当拍赢这官司？虽然你有涨价做靠山，也毋过你毕业就甲我结婚，毋捌去上班，无在业趁钱，你敢确定会当拍赢这官司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
虽然你有涨价做靠山，也毋过你毕业就搞结婚，毋捌去上班，无才调趁钱，你敢确定会当拍赢这个官司？咱若真是拍离婚官司，到时阵医生就要甲咱做伙出庭，法官就会问伊：你的爸爸妈妈要分开啊？安尼你要缀你的爸爸，还是要缀你的妈妈呢？这句话我尔残忍，伊阁遐细汉呢。爸爸，我好啊！来，医生，爸爸替你排珠包来。你莫袂记，囡仔的选择才是上重要。来，医生，今仔日哦，爸爸带你去上课，然后你下课了，爸爸去接你，然后咱去吃你上爱吃的冰淇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安尼我要食巧克力冰淇淋。好，医生想要吃啥，咱就吃啥。医生，大概拢是妈妈陪你去啊，而且咱毋是约好下课要去买红仔册，你上介意的徛红仔册啊？我甲明眼两下拢爱，我想要甲爸爸去食冰淇淋，嘛想要甲妈妈去买红仔册。袂用啊！你敢若选一个，你答应妈妈。妈妈就歹，我不爱妈妈，我要爸爸。好，医生乖，爸爸袂甲你歹，安尼爸爸带你去上课哈。好，好，行，咱来上课咯，哈，去上课咯，行，去上课。有够超过，迄个查某那只下流哈！啊，竟然摕囡仔做武器，我真正看袂落去啊！肖律师，你来甲文林斗相共，袂当回迄笨手占便宜。一般查甫人会提出这款要求，拢是咧拖延时间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你直接行法院，甲对方拍离婚官司，才能当避免当面告亡。肖律师，假使拍离婚官司，爱注意啥物啊？会当有对方现场的证据是上好的，或者是会当有伊心灵头一的录音，伫法院吼都是真好的一个根据。规定就是要好好收集证据，这影响到你的财产分配、赡养费，甲囡仔的监护权是谁的，所以收集证据对你是上有利的。什么赡养费、财产分配，我不要紧，我干那要紧医生的监护权。律师，阮查某囝才拄读小学，法院应该会判互妈妈。这无一定哦，一般会考虑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莫互囡仔的生活有伤大的变化，像大的环境甲主要照顾的人。第二个就是囡仔伊家己的意思。妈妈就歹，我不爱妈妈，我要爸爸。文玲，你敢有啥物无清楚，或者是听无的？我感觉离婚的代志，我阁要想看卖。肖律师，歹势。袂啦，这确实是大代志，要是爱好好考虑一下。歹势，我有代志，先来去啊。啊，肖律师，多谢你走一撮。袂啦，有问题再找我。多谢肖律师，多谢。文玲，你一开始毋是真坚持要拍离婚官司，奈会常反悔，是毋是因为遗选？我就是我甲叶冠华离婚，伊选一定会选我。要毋过我袂记伫伊心内
伊也是真爱爸爸的。卡苏硬爱伊选一个，就等于是在逼伊、伤害伊。我看过足侪资料，囡仔拢会叫是爸爸妈妈分开，是因为家己做毋到啥物代志。我真是足自私的。我敢若想要赶紧结束这段婚姻，也毋过无想到医生，无考虑到医生想要爱的，伊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。卡苏，我真是闹去法院啊，就等于是在伤害伊。这毋是我想要爱的。所以你打算甲叶冠华继续演一对翁仔某，一直到因选成连心。你感觉伊袂发现是？有快乐的妈妈，才有快乐的囡仔。你若是为着囡仔，牺牲家己，活了真痛苦。伊选成连了后，伊发现你为着伊牺牲遮尔济，我想伊嘛会快乐。我知影你的意思。多谢恁，多谢恁听我讲遐尔济，搁真心替我设想。这件代志我搁好好想看卖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讲啥物？我迷起来哦！凭啥物啊？我尿了也无够济哦！哎哟，你唔知影？文玲吼，即届哦，受到遮尔大的刺激，规人拢变安呢。伊摕迄个离婚的协议书，逼冠华签字，搁甲医生带走呢。安尼冠华安怎讲？当然嘛是无爱啊！伊即马若甲伊离婚，毋着啥物拢无，而且伊即几年吼，伫丢甲安尼做牛做马，毋着白做的啊！安尼啊，冠华拍算安怎？无爱离婚，无爱囝，也是搁爱我甲巴肚内囡仔摕掉。哎哟，袂啦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有我伫的吼，谁拢袂去伤害着我的宝贝仔金孙啦。来啦来啦，心弟啊，你吼着搁忍耐一下啦，先去下港住一阵嘛。上重要的吼，就是甲这个囡仔平平安安生落来吼。万一我甲囡仔生落来，叶冠华也是无想要离婚呢。我的囡仔毋是着无爸爸。哎哟喂啦，就一定会离的啊！你嘛爱互冠华一寡时间呐。就算讲离婚，伊嘛爱甲这后路想好啊，对无？吼！我会等偌久啊？我互伊时间敢无够济？吼！你是安怎对我大细声哈？我做啥物拢是咧替你设想的哈？你嘛体谅伊啊哈，配合一下啊！唔管怎讲啦，我厝若找着吼，你就去下港是住一阵嘛，安心啊养胎。离婚的代志吼，我会甲冠华处理啦。好啊，就安尼啦，我厝若找着，才敲电话互你啦。嘿，搞当作戆人哦。好啊，安尼就看谁较凶。这吼是工厂的办公室，所有工厂的行政人员拢在这办公。各位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江林杰，以后就是咱的新同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林杰，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欢迎欢迎。林杰，以后你负责管仓库。哦，了诶，恁品管组甲仓库管理靠关联，你好好教伊哈。是。以后麻烦你啊。林杰，你坐这位，有啥问题直接问我，免客气啊。问别人嘛用啊。OK。经理，这间是周总监的办公室啊。
就敏通阿姨的办公室啦。哦，伊最近哦，因为有心较少来。讲到有心，你某嘛有心啊？是啊是啊。恭喜哦，以后咱张家就会愈来愈热烈。廖爷，你带恁家四界看看熟悉环境。哦，好，甲恁家，车条我来。好，我先过去哦。去。系啊，袂记今仔日爱接预算。加多九头纸，加多九头纸。宝贝，妈妈啊，你爹好好有乖不？敢有听老师的话？当然有啊。哇，真好哦！安尼妈妈带你去吃汉堡，好不？好。医生，你妈妈哪要来接你？今仔日是爸爸要来接我，阮等者要食冰淇淋、巧克力的。哦，就这呢。好，宝贝，甲医生讲拜拜。医生拜拜。拜拜。医生拜拜。拜拜。妈妈。歹势啊！请问叶医生敢有在内底？医生应该红接走哦，内底无人呢。啊，红接走？多谢。啦。一定是文玲走来甲我抢医生，先甲伊接走。文玲，啊，你转来哦。等冠华转来吼，咱就会当食饭啊吼。安怎？你变什么梦啊？我毋是甲你讲我要去接医生，我迟到10分钟，你就甲伊接走。你在讲啥？我无去接医生啊！你无接到医生？你无去接医生？我无啊！你讲你要去接医生，我下晡去替伊买红仔茶，即摆才到厝呢。医生敢有转来？无啊，医生是安怎啦？医生无转来。叶冠华，伊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绝对要帮你煞。文玲，医生是安怎啦？你接囡仔的时阵，敢有看到阮查某囝？我无接到伊。我今靠安亲班的小主任啊，伊讲会调影片互我看。好，你若有看到，再甲我联络。好，多谢。医生，叶医生，你伫倒位？你莫甲妈妈吓惊。医生，你伫倒？你伫倒位？文玲，敢有找到医生？叶冠华，阮查某囝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要帮你煞，我绝对要帮你煞。冷静，你较冷静的啊，冷静。医生，你在倒位？文玲，你莫哭，醒起来。即摆上吊啊，就是甲医生找出来。这条路伊行很侪届，真熟啊。无你开是因为等袂着我，就先回去啊。咱沿路找嘛。有可能，行，咱沿路找。叶冠华甲因妈果然拢伫咧骗我，明明就是等文玲要离婚，叶冠华唔肯。好啊，叶冠华，你敢对得起我？医生是我的命，假使伊今日拄着啥物歹人，我是绝对袂帮你叶甲煞的。我巴肚内
的确实就是你叶冠华的囡仔，你就是爱对阮两个母仔负责。阮宁甲医生早晚爱面对这个现实啦。你的朋友拢已经走来厝内啊，也是你希望医生留落来，听清楚恁之间的好代志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